三甲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，咱要对第4节看到第6节。各圣经的页面咱看引号。以赛亚书53章，咱对第4节看到第6节。第4节，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为咱的苦痛。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搁受苦楚。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。耶和华，互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。圣经读到遮。即时，咱要请陈牧师来讲道，伊所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耶稣甲现代人第2，耶稣甲病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当宝贝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阮伫过去一礼拜中间有炎热的天气，也有寒冷的天气，甚至有寒流来，阮拢得到平安，献上阮的感谢。那伫主里，阮有福气会当到伫主你的面前，要来敬拜你。今仔日阮也要召开阮的定期聚会，阮要为着过去一年来做报告，今年也有计划，也互阮所有的会员，因拢会当知影，阮当大家同心一致，为着上帝国伫这所在来认真。求主你保守看顾，想使阮每一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。开阮的心门，想使阮的属灵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我咱的祈祷，靠着所有名。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来召开咱的聚会，是着为着咱过去一年中间，咱毋望会当透过报告，互咱知详细留落即个咱历史的即个文献伫咧，知影咱伫过去一年做了会如何？然后咱要为着今年即个计划，咱已经进到2月啊，但是咱的即个计划是伫去年年底，咱就已经伫遐来拟定好势，毋望伫这所在，互大家知影咱更加毋望咱所做计划当下伫上帝的心意，会当应神一人。那伫即前的时阵，咱要三角来思考，咱伫今年开始有讲到几个议题中间会头一个。中间一个就是要讲到耶稣甲现代人的即种关系。耶稣虽然是伫2000多年前所出世的，伊出世的所在嘛是伫耶路撒冷，就是巴勒斯坦，即嘛中东的所在。离开咱时间也真远，地点也真远，是毋是甲咱台湾这所在还是甲其他逐个所在的人，是毋是无关系的咧？咱直接要讲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咧。咱用几个即个议题伫遐讲，咱伫顶回先讲的头一个就是讲耶稣甲罪人，耶稣甲罪人的关系到底是咧讲甚物人？咱是毋是先来想讲，我都毋是迄个罪人，所以即个甲咱我无关系的。但是咱知罪人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拢无办法参与上帝完全的人，咱拢总是罪人。所以讲到罪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咧讲到咱每一个人。我毋知过遮久以后，咱游玩过会记得袂？我伫遐简单伫所在来复习一下。咱讲到4个圣经中间的故事，伫遐讲到头一个是讲到一个咧行奸淫的妇人人，咧行奸淫中间去互人掠着，然后拖到伫耶稣面前，遐个人要看耶稣安怎处理，然后耶稣伫遐无讲话，就是涂骹写遗字。然后，这个人继续去问的时候，耶稣讲：那安尼，恁中间啥人无罪，恁先点迄个石头。伊摩西律法就是安尼讲。然后继续去写字，到时一个对大到细，一个来离开。耶稣去爬起来先讲：敢无人定你的罪噶？迄个妇人人讲无。耶稣讲：我嘛无要定你的罪，倒转去毋通搁犯。即个是咧讲啥？讲咱有可能，咱逐个人拢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当咧做代志是无合上帝心意的。安尼的时阵要安怎？你会讲我都已经无办法啦，当着这种情形。但是主要甲我讲，你虽然知你的是毋对，但是我嘛无要定你的罪，但是毋通搁犯。这是头一个甲咱提醒的。第二个提醒的是讲，有一个妇人人，
伊感觉伊的罪非常重，知影耶稣到伫即个西门的厝里底下咧，互西门请的时，伊就到伫耶稣的背后，挖滚耶稣伫个所在流目屎，为着伊的罪伫遐忏悔，即目屎最后到会当洗耶稣的骹。伊耶稣到伫即个西门的厝里，即主人也无甲伊洗骹，所以用即个目屎洗伊的骹，佮用伊的头毛甲接落打。即个主人甚至是遐心来讲，耶稣敢毋知即个人是即个妇人人是一个罪人，哪会要接受伊安尼？耶稣知影甲讲啊呐，破病人无需要医生，勇健人无需要医生，破病人才需要医生。我来是要招罪人伫迄所在来认罪，毋是要互即个义人来得到救。即个情形是咧甲咱讲啥物？然后甲迄个妇人人讲，你的神救了你。你会通倒转去。即甲咱讲，咱有可能咱以前做了真侪，咱无一定下上帝心意。咱感觉真侪代志伫咱的心中，咱感觉真，毋代表咱烦恼遮尔重的罪，主耶稣毋知会甲我赦免我的罪袂？还是讲我的罪遮尔极重啊，已经无啥办法，无效啊？啥毋是真正安尼？人看做是一个罪人的，到底愿意诚心到底。主耶稣面前认伊的罪行，主耶稣要甲伊讲，你的神救了你，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。第三个讲到一个抽象叫利未，伊伫迄个抽象，咱拢知，伫迄阵的人看这是一个罪人，因为拢剥削因的即个百姓，然后伫迄所做互人，或者百姓真无欢喜的代志安尼，所以逐人拢看抽象的人是一个罪人。即个抽象的利未，耶稣看见的时，甲讲来缀我，伊马上放下伊的，然后去缀耶稣。这要甲咱讲啥物？你知你本身家己是有无下伫上帝心意，咱是毋是一个完全的人的时阵，你是毋是毋知要安怎去面对这情？但是今仔日福音若到伫你的面前，你收到一张传单。福音传单，你看到一个电视内底伫遐咧呼召，你到伫这所在伫遐咧呼召恁的时阵，主耶稣听你，要来叫你讲来缀我的是你袂。这利未要来讲做耶稣的使徒学生内底真显然伊已经得到救。这是第三个情形。第四个情形是耶稣顶十字架的时阵，边仔有两个强盗甲伊顶十字架，一个伫遐。踢笑耶稣，你毋是一个基督，你应该救阮甲救你啊！但是，佫一个责备迄个神，然后甲耶稣讲，叫你伫天国时当纪念我。耶稣甲伊讲，你今仔日要到我伫落园。即个情形是咧讲啥？你大概认为讲我的罪已经重啊到已经参顶十字架，遮尔重的罪啊，我佫到最后一秒钟啊，我已经无效啊。主耶稣要甲你讲，你若信伊，伊就要互你。甲伊甲做伙伫落园的所在，即四个情形甲咱讲，咱拢可能咱是其中的一个，啊，可能是两个，可能是几啊个，拢有可能。咱有可能当咧做无下伫上帝心意的时阵，咱有可能咱已经知咱过去所做已经真无下上帝心意。咱有可能咱也知，但是我佫毋知要安怎去面对的时阵，咱嘛有可能已经感觉家己已经绝望的时阵，主耶稣要甲你讲，伊为着你顶十字架。为着世间人顶十字架顶，特别虽然世间人会做伫咧，所以耶稣甲现代人，毋是甲2000年前的，甲即摆嘛要甲你讲，咱拢是一个罪人。咱若是其中即讲即四个情形中，不管倒一个情形，主耶稣拢为着咱死，伊为着要救咱，伊疼咱。今仔咱正到伫第二个，就是讲耶稣甲即个破病的人，甲病人。咱看上帝创造宇宙的时阵，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起的时，不管创造啥物，头前拢讲伊看做好。创造人嘛看做好啊，但是看做好有啥物？即个人会破病，原来人已经犯罪啊，所以已经迄个原来美好，起初上帝所创造的美好，已经受到破坏去啊。所以原则上基本来讲的时阵，人会即破病。原来就是因为人的犯罪才引起的，这毋是唯一的原因，佫有几样原因伫咧是。咱看见讲，上帝创造宇宙时，伊就创造一个自然律伫咧，用这个自然律伫迄所在咧管理万物甲人类。像是讲，这植物你若甲压水，啊，伊就开始大长；你无压水，伊就袂大长。啊，是讲咱人徛伫这地球万物。
即个地心引力伫咧，所以咱会当徛条物件放去，一定落去土法。等等，这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即个自然律。地球安怎自转，然后安怎射着太阳？上帝创造宇宙了是用这自然律，咱伫遐渐渐一直发现着物理也好，化学也好，这些拢科技，这些拢是遐渐渐咧发现上帝所创造奥妙。这奥妙，这个中间的时阵，有因为咱人的这种误用，咱对这种卫生咱无注重，咱的化学的这种物件伤多，咱现在这个病遐尼多，其实拢是咱因为咱食着这个化学的物件，还是咱的空气无好，咱等等这个科技所引起的这物件，影响着咱逐人的这身躯去。最近大家人讲，为什么即摆遐病遐这种癌症？以前可能嘛是有癌症，之前他毋知命，但是佫一个原因是因为咱人因为科技的关系，咱太侪物件毋是用自然的，原是用咱人的原因伫遐，所以这种化学物会即影响伫，咱有污染伫咧，咱有这种细菌伫咧，病菌伫咧是，这拢会引起这咱会破病的这种原因。上帝要允准这种代志发生，互咱伫中间会去受到这个病痛的这种苦伫咧。毋过伫这中间的时，上帝伊嘛有特别的恩典。耶稣嘛亲自用这神迹方式伫遐来行医病的，互咱会当经历讲伫伊的痛，甲伊的这个关联中间，病人看到无办法，耶稣一句话，伊就伫遐得到医治，所以表示耶稣有这个权柄伫咧是。所以伊甲咱讲到未来永生的时阵，咱会当确信这是真正会实现的。伫迄个所在是无化病，也无即种流目屎，即种天堂的日子伫咧。诗篇103篇的第3节时阵，伫遐安尼讲，伊下面你拢总会做，伊好你拢总会变。这是诗人伫遐来深深的体会，上帝灭死互伊的时，互伊会当知影讲，上帝心意就是要下面咱的罪，一切罪，毋是干那一部分的罪，是一切拢总会做伫咧，也要医治咱拢总会变伫咧。上帝有这种心意伫，伊要安怎来显明这个心意？伊到底透过倒一种方式来显明呢？咱来看起今仔日的圣经节，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40到第6节，在伫云幕顶头，我邀请咱大家做来读一遍来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为咱的苦叹，总是咱掠做以受责罚，互上帝拍。搁受苦楚，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，耶和华互咱正人的罪，拢归伫伊身上。以上，这是以赛亚书以赛亚所写的一个预言伫咧。咱的学者大部分拢同意讲，这个所在是咧讲耶稣的预表、预言耶稣以后的救赎。你若甲这个甲这耶稣，你搁为头壳读一遍时，你就让亲身体会咧。亲像安尼讲，就是讲耶稣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为咱的苦叹，总是咱掠做耶稣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搁受苦楚。若是耶稣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耶稣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耶稣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。耶和华互咱正人的罪，拢归伫耶稣身上。无毋对，以赛亚书伫耶稣出世前的几百年前的时，就伫遐预言讲，耶稣有一个人，这个人要来为着咱的罪伫遐受苦着。这是上帝伫伊的心意安怎显明就是安尼。当伊要安怎用这个显明？有这耶稣来时，到底是安怎来做神？咱要三个来看耶稣甲安怎将上帝疼人的心意伫遐来显明出来。首先，咱看上帝就是用耶稣道成肉体，替咱成做人以后，替咱人顶伫十字架，然后伊的保费洗净咱的罪过方式，伫遐来显明伊疼世间人，然后伊搁活显明伊的大观念甲功效。
耶稣替咱定是一个有功效，毋是讲一人会当替一人啦，但是这是神的人，会当替所有世间人来赎罪。所以耶稣国啊非常的重要，伊若无国啊，只不过是一个圣人尔，只不过是一个有疼心的人，但是伊国啊，原来伊就是上帝的囝。所以伊为着咱死的心，老爷保费，保费就代表性命，费，然后性命就有这个费伫咧，老爷的费用伊的性命换咱的性命，够大有功效的，这是上帝用的这个方式伫咧。那呢，耶稣伊个伫迄个所在，伫世间的时是用传福音啊、医病、甲赶鬼的行动来表示，这个行动来表示伊疼世间人。咱看四福音中间，福音书记载耶稣的这些代志中间，用耶稣来医病的这个记录上介多。所以咱今仔要来看一个，就是耶稣安怎医好太哥。耶稣用安尼来看，耶稣安怎来对待这个病人。伫马可福音第1章的40到45节中间记载一项代志。伫马可一开始因就记载这项代志，讲耶稣咧行路时有一个太哥的，伊就走我来耶稣，佮跪落去，伊遐讲你若肯，你就会当医好我。然后耶稣伫迄个所在，伊相信耶稣有即个能力甲医好，甚至嘛有意愿要甲医好。咱毋知当明白即个太哥病。伫咱目前，咱可能对即个已经渐渐淡忘去。因为台湾照记录来看，因那问福昌长老伊上爱知影，即台湾记录已经其实咱的太哥病已经是绝迹啊，就是无搁伫遐来流传啊。但是最近咱搁开始有去咧注意这样代志，因为咱的外劳来引起的，外劳为东南亚迄个卫生较落伍的所在所引起的遮个，然后就开始咧注重伫遮个代志。其实咱遮个所有破病中间，你知影倒一种人伊上爱艰苦？你其他不管什么病，你可能是表面，你可能是身躯真艰苦尔。但是倒一项，互全人会当得到受伤，身心灵拢受到受伤的，只有太哥。太哥伫以前的时阵，人一瞥啊看到就知影你是一个有得到太哥，因为鼻癌落其实这真侪所在拢受到即个病症其他影响了的时阵，你的外形马上就看会出来。迄人感觉真。咱讲麻风病，台语叫胎哥啦，所以咱知影台语的意思，胎哥就是无清气。定来咱来骂人讲你足无清气，你足胎哥咧，就是咧讲安尼，这真无清气啊！所以人看到伊，人就安那无爱近我伊，甚至伫以色列中间时，伊嘛袂当主动袂当近我人。人来我本伊来紧讲安那，我是无清气，我是无清气的。伊若要行我向前，伊嘛在宣告我是无清气的。所以咱看去伫。即个路加福音第17章的时，有10个太哥是远伫遐向耶稣讲：“你会使可怜我，会来医治我。”伊毋敢行我来，但是你即个太哥，伊既然行我到耶稣面前，跪落去，伫迄个所在要求即个耶稣甲医治，因为知影耶稣即个能力伫咧，佮知影耶稣一定会变。咱若知影即个太哥时，咱就知影讲，伫迄当时，即种情形是非常的即种奇怪，还是。离无下伫当初的即种规定的，但是咱看见耶稣伊的回应是啥？耶稣伊动了自心，华语讲动了自心，台语讲耶稣就可怜。耶稣看了真毋甘，即个时阵耶稣毋是干那讲看了真毋甘安尼尔，讲我同情你，但是真无办法呢，我嘛无办法。无耶稣马上行动出来，伊的行动是啥？用手摸伊。用手摸太哥的，耶稣敢毋知这太哥会去传染甲？到底是摸伊倒一个所在，是摸烂去所在是啥？咱毋知。但是耶稣伫迄当时用手摸太哥的。现在人咱来看，因可能感觉是较 OK 啦，但是迄个时阵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咱若看见十诫也好，还是即个宾汉这个故事中啊，有搬到遐有太哥啦。因是家己人自己伫一个山谷的所在，甲即个社会完全隔离咧。人要送物件去互食的时阵，在送园下咧，然后紧离开。因看人离开，因才会当出来。因是一个无绝望，完全因活咧，毋知要创啥物。迄病无可能医好的，所以只不过咧度时间，到伊伫迄所在过生命。你想，你若是太过，你会感觉你的性命有意义无？
我毋是干那肉体疼咧啦，毋是休烂，毋是我的神经麻痹去，肌肉萎缩去，毋是安尼呢。你的心灵已经完全去用甲世间人隔断去。你感觉有倒一项病是一个全人完全痛疼无？你有可能肉体痛疼，但是你的心灵健康。但是泰戈是身心灵完全伫遐隔断去。即种的人伫耶稣来看的时阵，耶稣怜悯伊，动了自心伫咧，可能伊就用手摸伊。耶稣敢一定要手摸才会当医好人共？头拄仔因讲起罗教17章，迄10个泰戈，耶稣甲讲：你去互祭司看，安尼就好啊！一句话，因就伫遐医好啊。耶稣无必要手去摸就会当医好一个啊，但是耶稣摸用手去甲伊摸，耶稣用行动伫迄所在，要互伊知影，耶稣伊会同情，耶稣伊会自信伫咧，然后佮用着伊的官柄伫遐讲：我肯，你通清气；我肯，你通清气。圣经甲咱讲，迄个泰戈的两边就得到医好，两边就得到医好。咱用泰戈纯做个摕即个甲耶稣甲病人的例来讲是，因为泰戈是遮尔严重，耶稣连泰戈都会医治啊，何况咱心中任何即个病气咧？耶稣医好，毋是干那外面的即个身躯的病啊，伊是医好是身心灵拢得到医好。咱要安尼当证明安尼呢？今仔圣经节就甲咱讲咧，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6节。逐人拢同意，这是咧讲着耶稣的救赎。耶稣安怎救赎？一定是日过，一定是日过的时阵，伫遮咱所看见，定是日过迄个情形，就哪亲像伫以赛亚书53章第7节，咱今仔无读到。伫迄所在讲，伊受压迫，拄着艰苦，还久无开喙，伊亲像羊仔牵到受台的地，亲像佫亲像羊伫剪门的人。会面前无出声，伊也安尼无开喙。耶稣用定时的时，伊伫遐无埋怨，佮甚至为着定义人讲下边因为因所做因在，所以耶稣的定时嘅哪参像羊仔牵到受台的地，上帝互伊咱正人的罪，拢归伫伊的身上。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所讲，耶稣定时嘅，佮伫迄所在讲。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叹。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。耶稣就是事实，以赛亚书所讲就是安尼。耶稣要咱看到咱世间人的即个破病的，毋是干那身躯的病啊，伊看过是咱全人，咱的心灵的部分。要安怎互你得到平安？要安怎互你的身躯得到医治？原来耶稣就是用即种。关心伫你，为着咱牺牲来完成这个事伫咧。咱看耶稣伊个对死而个活，所以要来验证讲，以赛亚书53章第5节的即个一定会成，就是讲伊受到刑罚，互咱得到平安；伊受到鞭挞，咱得到医好。所以换一句来讲，咱会当今仔日有啥会当有平安，就是因为伊受到刑罚。为什么咱今仔病会当得到医好，咱的身心灵会当得到医好，就是因为伊受鞭挞。耶稣甲罪人，耶稣甲这病人有关系无？当然是有关系啊，伊嘛关心你啊。但是伫这中间，咱若知影讲耶稣有这种关联的时阵，咱要三个来看讲，今仔这个主耶稣，伊是这个疼痛怜悯的主，伊阁有这个权柄，伊来甲你讲。我愿意，我肯，你要清气，要互你得到清气时，你毋知愿意来接受伊做救主。你可能认为讲，啊，今仔日讲的是泰戈，甲我无关系，我也无泰戈啊。但是我拄要强调，泰戈是目前所有的病中间身心灵一个全人受伤上介大的一种病。你可能是干那身躯破病，你可能是干那你的心灵软正。你可能干那定来真不安的咧，受到真侪这无好物件，你甲你攻击的咧。不管你是倒一项，耶稣连泰戈这个人都会当医治啊。佮肯，我肯，你通清气。伊若今仔日也甲你讲，你比这个泰戈更较水这种病，伊甲你讲，我肯，你通清气，你要来接受啊我。
咱拢知人的破病，毋是遐尼单纯，讲干那是一项原因，有可能是因为咱已经老啊，也有可能咱的病变产生的自然的现象，嘛有可能因为咱的情绪、心理的因素所引起的，像讲忧郁症等等遮的，那么有可能意外受伤害，嘛有可能是因为罪伫遐来发生的。不管你是倒一种的病，主拢要甲你讲，我要甲你医治，要赦免你一切罪，要医治你拢总的病治。但是，咱知有遮病会当发生的时，其实上帝伊嘛知影遮会发生，但是上帝甲咱讲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听上帝的人会当得到利益。但华语版伫遐讲，万行事三角来。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有可能咱会破这个病，是因为什么原因？咱家己非常知影，咱家己无爱惜咱家己的身躯，该歇困无歇困，该毋通伤过分安怎？咱是伤过分是，咱无照顾着咱家己的身躯，还是咱无小心，还是咱应该衫爱穿较侪身，咱无穿较侪身，等等这真侪原因，大部分拢是因为咱家己所引起的。上帝允准这代志发生，是要提醒你，咱人有该咱尽的这个应该尽的这责任伫咧。咱家己疼惜咱家己身躯，特别咱基督徒拢知影，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，所以咱来疼惜咱的上帝的殿伫咧。咱啥物无警告者？上帝发生或者病发生伫咱身上的时，允准伊发生伊，其实咧提醒咱是能正咱来到伫主的面前，但是。那已经发病安怎？咱会当靠伫主的面前时，求主来帮助咱。伫雅各书第5章14到15节，伫安尼讲，有人破病无，伊就叫教会长老伫主的名用油抹伊，滚抹伊来祈祷。有信的祈祷，要救破病的人，主要互伊起来。伊若有罪，要赦免伊。原来这所在甲咱讲，主用毋茫咱人透过祈祷，将咱的代志让交伫主的面前，主就要帮助咱。但是咱要有一真非常正确的这种想法伫咧，毋是讲咱所有的祈祷，咱拢一定会当得到主的这种医治伫。主伫伊的主权下面的时，伊无一定会医治每一个人，但是咱爱好胆为着咱破病的人伫遐来祈祷，互主医治的主权伫迄所在显明。咱人想讲啊，这大概主袂甲祈祷，你哪会知影？你下伫主的面前，伊就互你知影到底是安怎。然后咱若看见讲，借着医生，借着医药，嘛要来医治，这嘛是上帝医治的方法之一啦。所以咱今日讲起讲耶稣甲病人，咱的破病的情形非常的原因非常的多伫咧。但是主互咱永远是讲，伊要赦免咱拢总的罪，医好咱拢总的病伫咧。而且背后有上帝主权伫咧。咱来到行约伫主的主权，咱自然咱大胆来向主恳求。所以伫这所在，咱有一个行动，伫遮要讲，我要邀请咱今仔日伫咱中间。你若感觉你身躯有病的，不管你是倒一个病，可能你是心灵的病，可能你是肉体的一种病的时阵，我要邀请恁来站起来。然后恁手看到恁需要医病的所在，虽然雅各书讲，咱来请长老去，但是今日咱长老嘛无遐尼济，咱变换伫咱所在，咱要请囝仔的这咱的兄弟姊妹，咱个手看伫伊的身上，离较远的人，咱手举起来就好。所以伫这所在，咱要为着因来祈祷。所以这所在邀请咱中间，你若感觉你身躯上有破病，有需要耶稣来医治你的，咱邀请你站起来。你好胆站起来，你向主来恳求，我需要主你来帮助我，主你来医治我。然后你甲你的手放伫你的身躯的所在，咱有中间有需要要祈祷的人，咱就站起来。你感觉你需要主来为着你祈祷的，咱逐摆礼拜选邀请到头前，其实咱伫中间有足侪人无到伫咱中间的，因为你知你家己有病痛，但是你无到伫台前来。但是这个时阵，你伫你的原位站起来就好。你站起来，咱要逐个人正人要为着这来祈祷吼。有无？咱有人，咱尽量站起来，你有感觉你需要吼，不管是身心灵，你肉体软正的所在，你有身躯软正的所在。今仔日这圣人在甲咱讲，咱会当得到医好，是因为主耶稣伊受到鞭拍；咱当得到平安，是因为伊为着咱刑罚。主已经做正伊的啊，
但即摆时阵到咱，你愿意要好胆向主来恳求啊无？你将你手下伫你需要医治的所在，咱要为着恁来祈祷。咱惊仔的人，咱个手甲向伊，还是甲放喺伊的心上，咱会诚济伊祝福伫伊心上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当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差遣主耶稣道成肉体到伫地上，为着阮为始祖开始犯的罪，你主耶稣流伊的宝血来洗阮遮的罪，互阮甲上帝当和好，然后伊搁一摆来，伊来搁活的时，显明伊的大权能是有效的。但主你互阮的应允就是你要赦免阮一切拢总的罪，也要医治阮拢总的病疾的。但这时阵，阮为着徛伫主你的面前的这兄弟，迄是因的身躯有破病，迄是因的心灵软正，需要主你来医治伊，主你来勇壮伊的时阵，阮恳求主，你是大权的手伫因的身上，你行怜悯的稳伫伊的身上，照着主你的应允，你来帮助伊，你来医治伊。我来恳求主耶稣，你的保护加减伫因的身上，互因不再受遐黑暗势力的捆绑伫咧。只有主你的听，主你的恩典，甲伊相甲做伙。阮伫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要来行新者医治伫因的身上。主你的主权显明伫这书顶面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咱将一切荣耀归伫上帝。这位帮助咱诚济。主耶稣伊透过是甲咱讲，伊甲病人的关系是啊，毋是讲咱的无关系，伊关心着咱，伊毋是敢关心咱身躯的病痛，即个体壳那点，伊关心咱的心灵已经受伤了，许多社会人拢总伫遐骨绝的啦，咱来常常祈祷伫主互咱因为是伊要赦免咱一切罪，伊要医好咱拢总罪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搁一摆这种应允伫咧，在你要赦免阮一切罪，要赦免阮拢，要医好阮拢总的病。但是阮应该，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伫遐亲来认罪，求主来相信主，来倚靠着主，求主来帮助阮。你帮助阮伫生活中间，阮遇到种种的这种苦难。不管是身躯的，不管是阮的心灵的，还是阮的工课等等遮的，但是主你要讲，你要帮助阮，毋茫阮逐人拢会当有一个认知，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愿意到伫主的面前，要求主你来帮助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要同时用主所介绍的主祷文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啊。无你带阮离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。